弟兄姊妹平安，今天是2025年的2月12号。今天的经文是诗篇115篇，以赛亚书第8章第1节到15节，路加福音第5章27节到32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赦免的呼召。礼拜天在北大教会的信息分享了谈到以赛亚受呼召，以及彼得和他的同伴们受呼召的经文。在不同时代受呼召，在不同的背景，不相同的一群人，但他们却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当他们受呼召的时候，都说了我是有罪的人。因此在2月9号的主日信息，牧师以罪得赦免为题来分享一个被上帝分别为圣、被医治、被主所接纳的一个仆人。这个呼召是赦免的呼召。当一个人的身份从有罪的人转变成为领受赦罪之恩这样的仆人的时候，他的生命其实已经完全被改变了。如同以赛亚书第8章第1节到15节，上帝对以赛亚先知所说的话，他说：不要害怕，因为上帝是圣洁的上帝，我们依靠他，也必要成为圣洁的子民。圣经这样说：上主对我说，拿一块大板来，用正楷写上快抢速夺4个字，去找2个可靠的人，就是乌利亚祭司和耶比利家的儿子撒迦利亚来做证人。过了不久，我跟妻子同房，她怀孕，生了一个儿子。儿子出生后，上主告诉我，给他取名快抢速夺。在那个孩子会叫爸爸妈妈以前，大马士革所有的财产和撒迦利亚的战利品都要被亚述王所掠夺一空。上主在对我说，因为这人民不喜欢西罗亚西的缓流，反倒去讨好利逊王和比加王，所以你的主会引亚述王和他的军队来攻击犹大。他们的攻击将像幼发拉底河的滚滚洪水造成泛滥，他们将像山洪爆发，淹没大地，吞灭整个犹大。以马内利，上帝与我们同在，他要张开翅膀，保护我们的土地。列国啊，听吧，你们要惊慌，要崩溃了。远方的人啊，去备战吧，但一定会溃败。对了，去备战，但一定崩溃。你们尽管一起策划，但不会成功。你们尽管商讨，但必定毫无结果，因为上帝与我们同在。上主以他的大能警告我，不可跟从这人民所走的道路。他说，不要参与他们的阴谋，他们所怕的你不要怕，不要畏惧，总要记得我上主万军的统帅是神圣的，只有我是你应该畏惧的，因为我神圣可畏，我像一块石头，会使许多人绊倒。我像一张罗网，网住犹大国和以色列国和耶路撒冷的人民，许多人将被绊倒，他们摔倒受伤，他们被网住，被捕捉。同样的，有被呼召的门徒，一位称为利未的税吏，
当耶稣基督呼召他的时候，利未就邀请耶稣基督一起来宴席。这个饭局呢，被一旁的法利赛人和经学士所攻击。圣经路加福音第5章27节到32节记载了这一段的经过。这事以后，耶稣出去，看见一个收税的人，名叫利未，坐在税关上。耶稣对他说：“来跟从我。”利未就起来，撇下一切，跟从了耶稣。利未在自己的家为耶稣举行盛大的宴会，许多税棍和其他的人都来参加这宴会。有些法利赛人和属他们一派的经学教师向耶稣基督的门徒埋怨说：“你们为什么跟税棍和坏人一起吃喝呢？”耶稣对他们说：“健康的人用不着医生，有病的人才用得着。我来的目的不是要招好人，而是要招坏人悔改。”耶稣基督他需要吃大宴席吗？当然不需要。重点是在后面耶稣基督的回答，他说：“有病的人才需要医生。”耶稣基督他来就是要招罪人，不是来招义人。无论是请客的利未人，或是一旁在批评攻击耶稣基督的法利赛人、经学士，都是需要救恩的罪人。那问题就是说，谁得到了赦罪之恩？当然是那回应主的呼召、跟随主的人。诗篇115篇：上主啊，荣耀只归于你，不归于我们，只归于你，因为你有信实和不变的爱。为什么列国要问我们，你们的上帝在哪里？我们的上帝在天上，他照着自己的旨意行事。他的偶像用金银铸造，是人手的雕塑品。他们有嘴巴却不能讲话，有眼睛却不能观看，有耳朵却不能听，有鼻子却不能闻。他们有手却不能触摸，有脚却不能行走。他们不能发出声音。愿所有制造和相信偶像的人都跟他们所造的偶像一样。以色列人啊，要信靠上主，他帮助你们，保护你们。亚伦家的祭司啊，要信靠上主，他帮助你们，保护你们。所有敬畏他的人啊，要信靠上主，他帮助你们，保护你们。上主顾念我们，要赐福给我们，他要赐福给以色列家的人，他要赐福给亚伦家的祭司。上主要赐福给敬畏他的人，不分高低贵贱，同蒙福泽。愿上主增加儿女给你们，也使你们的儿女子孙众多。愿上主赐福给你们，他是创造天地的主宰。天只归于上主，但他把地赐给了人类。死人不能颂赞上主，下冥府的人也不能赞美他。但我们活着的人要感谢他，从现在直到永远，要赞美上主。求主让我们学习谦卑顺服，并有愿意领受呼召的心志，让我们领受主赦免的呼召，成为忠心的仆人。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阿们。